是撒娇的吗？不是，我说我要直播，恩珠说你早点休息一说我，你出去玩喝点酒没事说，他来直播这说，我说我不去。我说这是你希望恩珠说的吧？应该是他自己跟我说的刚刚。求你了，真的是不是说的恩珠？你说了嘛？你出去走，老公你辛苦了。你看没说呀，恩珠根本没搭理你呀。现在恩珠为什么要跟你说话呀？跟我说话就行了。不跟你，他刚刚也没说了呀，或者没说那种没说的嘛来。说了吧，是吧，恩珠？没有说呀？你看说了是吧？说了是吧？说了是吧？这都忘记了，说了是吧？说了吧？对呀，说了吧？是吧？你看，你求一下他，要不你，我的衣服在哪？衣服，那我走了。哎，别这个样子，别这个样子，哎，不要冲动啊，不要冲动。咱所有人把这点赞走走，兄弟们，免费点赞。谢谢老婆。关起来。谢谢啊，走了。感谢所有人，谢谢你们。那个谢你给他说一下，谢谢。那个谢你说的是什么呀？走了，谢谢啊。那个面膜还有吗？没有了，欢迎我雪月哥。你也早点休息，就不要太累着。谢谢你为我着想。那你去吧，拜拜。走了，拜拜，不送了。走了，子。我要小心把你关起来，赶紧来。什么关起来？我看什么剧？我小心把你关起来。兄弟们，是不是我这边好像长了个痘痘？求你了，你也不是门也出不了吗？昨天也在长痘痘，今天也在长痘痘。我正儿八经的，我自己喜欢干啥就干啥，兄弟。你连个台球都不敢去打，你还跟我说？你是多么希望恩珠给你说一个让你出去啊？你看人家都没答应。我兄弟，他台球都不敢打的人。我台球不打，那就是怕习惯打台球，知道吧？不是，你说不敢去的吗？咱们所有人把这点赞走一下，免费点赞，兄弟们，你直接跟客服联系就行了，直接跟客服联系。对，你们直接客服联系就可以。对。打别废话，你要是要走，你就直接走，我跟周兰子打个 PK 好吗？求你了，你走一下。发誓你不是他对手。啊，公就算你走了。我跟你说，你要是能赢得过恩珠，骗你出事，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啊，就人不？啊，对天发誓来。对天发誓。来，你出去来。你们俩就打个5分钟的就可以。啊，可以，没问题。你出去来。我就这样看着。啊，不需要，你不能站到镜头里面。来，你不能站到镜头里面。我就直接站着。啊，不用站着说，你听不到吗？呀！打嘛，安住。你说了的话，我让你做什么，你也可以吧？啊，可以，没问题。拿捏他，发誓，来，给你连个5分钟的，来，我连过去。安住，拿捏几头。拿捏，我怕耶。拿捏几头可能在那个。你说的倒简单。看破了一下来。5分钟的，我还是5分钟的。来，5分钟的。是5分钟的吧？不是2分钟的，你连的是啥呀？连的是啥？台球都不敢去打，台球都不敢去打，还说你不敢出去。台球家可能弱嘛对吧？有什么打还说我打，你太没有来了打。拿捏住，我相信。哪里了？开始了！哎呀，我的天！拿捏。啊，别说话，你不能拉票啊！来，闭麦。我不拉票，不拉票。都人不上来，兄弟们。这就闭麦了是吧？来，兄弟姐妹们，能不能就是有那种的？咱们能不能把人气票上一上？咱们能不能把人气票上一上，兄弟们？咱们能不能把人气票上一上？咱们能不能把人气票上一上？支持恩珠的能不能来一波？支持恩珠的能不能就上一波？姐妹们，兄弟姐妹们，撒狗粮！我不能出现什么。哦，这人气票不得了，这人气票不得了，这有点紧张哎，兄弟们，有点紧张，有点紧张，能不能上一下？在我应该没有大哥吧？哎呀，在我应该没有大哥，宝子们，我就应该没有大哥，兄弟姐妹们，反正大家就是尽你们的这个所能吧，就能上啥就给恩珠就扔一波，非常感谢大家，从马改天姐，谢谢你们。
在我也就没有打 PK 的这个经验，在我也不能给你们大吼大叫啥的。然后大家如果说是有啥票就扔一波，最主要的还是团结票能不能上一波？团结票每个人就是来一点点就可以了。团结票能不能上一上，姐妹们？团结票，然后一会儿到了加成之后，大家就上一上。谢谢雪山姑娘姐姐，非常感谢，还有我们的吉祥梦女姐姐，还有小多，非常感谢。哎呀妈呀！就大家把那个团结票扔一波，团结票扔一波就行了，反正你们给恩主团结票走一波就行了，我就不奢求给大家就是给我送就是。这个咱们保时捷呀、飞机啊，如果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大家能不能把那个团结票走一波？有的没有的话，团结票走一波，然后把爱心，就是大家一会儿加成的时候，就是一起上就可以了，兄弟姐妹们。加成的时候，谢谢偏出，谢谢我吉祥梦女姐姐一直给我送爱心。大家有加成的时候就给我送一波就加成的时候就千万不要浪费了就可以了，宝子们。加成的时候就不要浪费了，赶紧起充满的，谢谢你们，非常感谢兄弟姐妹们。一会儿加成的时候，所有人上啊，那先别上，然后大家就是咱们那个什么团结票一定要上，就是恩主不奢求你们就是啊跑保时捷呀、飞机呀，这个咱们这个抖音号啊什么的，如果有的话会更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希望所有人都给我恩主加把力，就是所有人就是尽你们自己的这个小的心意就可以了，好不好？加成已经到了 PK 加成。没到，没有，这个一会儿就会说个加成中，应该是，就你们要准备好，兄弟姐妹们要准备好。谢谢送的爱心，赶紧起，对，10秒，等一下啊，快开始了，兄弟姐妹们，快开始了，加成中，兄弟姐妹们，在这时候有的话就有，没有的话就真的没有了。加成中，宝子们，加成中，兄弟姐妹们，加成中，就大票我真的不奢求，有小票呀，就是小的呀那样子的，就能不能给我摁住凑一波，就给我摁住凑一波就可以。谢谢小尖尖送的飞机，哎呦我的妈！就是能给我凑一波就行了，给我凑一波，就大家就是不需要送什么大的那种的什么的呀什么的，如果有的话会更好，恩主会就是一定会感谢大家的，如果没有的话，能不能就是帮助那个什么一点？就是大家就是那个就团结一波，团结是真的很重要的。恩主只奢求团结，在我也没有什么大哥呀、大姐呀什么的，对不对？因为我也不常打 PK，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是有什么爱心呀、这个那个的，反正就是凑一波嘛，就团结票肯定是很重要的。所有人就来一点的话，就可能我会赢，对不对？但没有的话，咱没办法嘛，对不对？团结票有的话，就是给恩主来一波。谢谢刚才送飞机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小尖尖啊，小尖尖这个大哥还是大姐，非常感谢，赶紧起，非常感谢。太感谢了，真的不给恩主丢人呀，妈呀！既然就是我代替着我老公在这边那个啥，他非得要跟我要打一波，那没办法，对不对？那我得要接这个呀，我不能躲避呀，对不对？虽然我就会有点小紧张吧，但是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打团结票，兄弟们，团结票很重要，宝子们，团结票很重要，团结票非常重要，宝子们，非常感谢，团结票啊，一个人都不要停，团结票一定要上，一个人都不要，谢谢送的这个爱心比心，谢谢，非常感谢。大家把团结票上一波，让对面的也知道一下我的实力啊！对此自己，我的实力，让对面也瞧一瞧，对不对？咱们也不能认输呀，对吧？虽然没有什么大哥，但是也不能认输嘛。把团结票走一波，团结一波，兄弟们！哎呀，赢了！团结！谢谢小尖尖啊，谢谢小尖尖大哥大姐送的这个，咱们非常感谢。拉成这个样子了，我靠！哎，董教授太厉害了！谢谢，是不是我说了算数？你说，这不是我说了算？那你说了算。来，起来。走，我打 PK 打了5年，连恩主我都打不过手。我打 PK 打了5年，连恩主我都打不过。我冷面变成拉面了。你们有人喜欢吃拉面吗？不是你没给你打 PK， 凭什么你训我呀？啊，恩主你训吧来。我训什么？
俺那晓得，俺不是背的说呢。我要熏啥是吧？俺不是的说呢，不是叫他的说。你熏吗？太辣了，那边还兄弟们，真的变成拉面了他。哎，咱就训啊！啊，我熏他吗？就熏不上。你好好做着吧，等会儿摁住他有一个女士套盒，那个让他自己上了，真的。对。啊，可以那你先做吗？还是你先上？啊，先上。上完之后，摁住说什么发着，你等会不要生气啊！啊，可以，没问题。我让他难听的都给你说出来啊！啊，可以，没问题。你把你自己的那个女士套盒，他自己自用的一个女士套盒，那我就自用的一个女士套盒展示了啊，兄弟们。我给你看一下。但是你要上的话，价格必须我要说啊。好，可以，你们啊，那可以，你们真的别离开这吧，你们看一下，摁住他自己自用的一个，包括运气也好，他自己用了2年多了，真的不吹牛逼，兄弟们。就这个套盒，你问一下。这个啊，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我给你们吐个下来，9人不？买完一次，所有人回购的人真的特别多。对，而且我一年这个按照我们2个可以卖这个套盒2万单。对，你可以问直播间的人，这个女士套盒以前用过的有多少个？来，按照大概给他们讲解一下就可以。来，说讲解一下，大家先听好了啊，咱们这个红色套盒是咱们的这个就不说太多了，反正它是一个就是能让你的皮肤紧致的一个咱们的一个女士套盒。最主要这个女士套盒呢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都齐全，就是里面有这个咱们的霜，还有我们的什么呢 BB 霜，还有我们的这个定格液。一般的话，平常大家要去单卖的话，一个霜的话多少钱，对不对 ？BB 霜的话，大家都需要169块钱，是不是？然后我们定格液的话，起码都得需要300多块钱。所以呢，今天是在我们直播间，咱们这个整个套盒呢什么呢？有水、有乳、有洗面奶，还有定格液，还有面霜，还有 BB 霜，划不划算？来，先听好了，一步到位，就什么都不用，就一步到位。听好了，大家先的时候先去用什么呢？我们这个洗面奶的泡沫也是非常的细腻，也是很好用的啊，姐妹们。它这个是一个浸透版的一个洗面奶。来，先用完洗面奶之后呢，我们就要去用水。那我这洗面奶就不展示了啊。来，大家先看一下咱们这个是水，大家先看一下咱们这个爽肤水，真的贼好用了。你看一下这个。它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很透亮，对不对？再一个，它这个是非常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很清透。再一个呢，咱们用完水之后呢，大家就是叠加一个咱们的乳液，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真的男孩子给自己的护肤的一个流程，对不对？大家先看一下咱们这个弹出你的鱼尾纹，它这个整个这个。把你的一些什么呢，纹纹路路啊、皱皱纹纹什么的都可以给你们淡化掉，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涂完了之后，整个你的面部的一个皮肤的一个亮度啊，来再给你们去试一下咱们这个面霜。平常的话，今天的话，我把全部都给你们展示出来。平常大家就把这个面霜你们晚上去用就可以了，好不好？来，面霜我给你真的好的这个，大家这些东西呢少量多次去叠涂去用，真的很好用，而且它这个也是很耐用，对不对？对。来，大家看一下这个面霜，真的这个是一步到位，没问题可以用。面霜用之后，它吸收也是很快，基本上我就是稍微就是涂了之后呢，拍打之后就会吸收掉。来，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 BB 霜。平常大家就是不带咱们这个 BB 霜的，但是咱们这个里面是带 BB 霜，对不对？对。而且这个 BB 霜都带的这个它这个不假白，姐妹们，就是真的是很自然，对，不卡粉，就真的很自然，尤其是非常适合咱们高原上的一些女性的一些皮肤，对不对？对。尤其是它这个还一些的话，咱们涂完脸上之后呢，它的脖子还是比较黑，对不对？大家这个涂完了之后，基本上脖子跟脸都是一体的，真的颜色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所有的亚洲女性，对不对？对。来，大家先看一下，基本上我用完了之后，你看看它只是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呢？你的皮肤是很清透，皮肤是很透亮，但是它呢一点都不会说什么很假白，对吧？对。来，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定格液，哇，这个定格液真的是很厉害。大家现在看一下，咱们这样它这个是物资是很细腻，对吧？对。来，其实这样大家就不用把这个弄得很少，它就可以多次的去涂。平常大家这个也可以放到包里面，可以去用，对吧？对。你看一下。就是基本上大家这个平常要干嘛的时候，哇，你的皮肤是很清透。有些女孩子是很喜欢哑光肌，有些女孩子是很喜欢什么呢？就是那种水透感的，对不对？对。所以说它基本上这个是光泽感的，整个让你的皮肤是很透亮的。所有女孩子们真的可以去下手了，哇塞！对，来，价格多少？这个就是定的是一口价，定的是一口价398的，398。
那299上。冷面男孩这个价格真的不能太过分了，因为这个真的是6件套，你想一下，真的6件套，是不是我说了算？平常它这一个面霜的话都是需要多少钱呢？它这个面霜你问一下，就是你的老婆她应该都是很清楚的，因为面霜的话它本身都是比较贵的。再一个呢，平常这种 BB 霜的话单卖都是需要160多块钱，再一个咱们这个定格液也是平常单卖都是需要300多开头，所以说你真的不能把价格弄太低了，因为6件套真的399，今天不说就便宜100块钱。对。399， 299上，而且整个套盒299上不了，真的上不了，我们299上，对，299真的不敢上，你一个 BB 霜你出去买都需要100多。是的，299上，299，这个真的上不了299，是我说了算哎。而且我上不上哎？而且了399啊，不要299，求你了，人们那个真的。求我有啥用哎？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你知道这个成本不要，好用我知道，但是价格299上。你收到货，如果任何一个人出来说这个女士淘口不好的话，我吐个下来，我担保呀，咱不来啊，我敢这么肯定，因为我卖的不是1次2次了，我卖了2年了。那299上。面霜不是，那以前我卖了399，那些怎么办呀？面霜一般那没办法呀，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嘛，变了嘛。那上个今天是我说了算，现在不会生气。以前买过399的，你们不会生气吧？这样199上，对的。你看又说兄弟们们，真的哪有这样一次性这样说的？求你了，对199上。那以后我们怎么做人嘛？你上不上？原来和199，100，那这个面霜和 BB 霜拿掉，其他可以。不要，就要套盒，不要。这2个都不要，就这2个也要，这2个都299都。这2个也要199上。也没可行，这6件套女孩子单个去买的话700-800块钱，给我们顶表价价格的，就是光套盒啊。你出去买，如果这个不是，我不说700-800啊，如果不是500-600块钱的，你找我们那边主家进人把个加拉里面的人，你们找我，真的兄弟们，199上不上？那不上50单，就30单的可以。那这样30单的话，这样199拍1发2。你放屁吧，你就2套199。哎，你说一个套盒99对。那我这个东西太不值钱了吧？真的不是值不值钱，我让你给你的粉丝一个福利价格，让粉丝一个体验价格。今天不是让你挣钱，你的意思就是你199拍1发2。对，拍1发2，199拍1发2，特别好使，真的，包括恩珠师妹的亲戚朋友，我们都可以吧，兄弟们？都联系我们，他们的姑姑的，他们联系他这个女士淘口在不在，能不能卖一棵树？真的兄弟们，这个主打是什么？女孩子平常喜欢熬夜，是不是？真的主打熬夜，恩珠平常熬夜，然后皮肤暗淡无光的，皮肤干燥，皮肤粗糙的，3万块钱的，你那沾那个也不有。那我就上个2分钟，打2分钟我就不说了，兄弟们，好吧？拍1发2，不是拍1发1啊。随便说的了，没有跟贴功能，跟贴功能没有，但是别人给你发跟贴是能收到消息，但是你回不了。我前天说了的。来，那就上，来，3、2、1，199今天破价了，兄弟们。就是要两199给他们发了2盒。真的2盒，你真的划算。你说这个不划算，那你买的女孩子你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到手是2个套盒，妈呀！而且我说了啊，所有人，你们收到货之后，这个如果外面去买的，我们俺家的主家可人把个加拉里面的，你们找我们，真的2盒，这2个加起来运费都差不多20多块钱了。对，运费都得20多。运费差不多20多块钱了。但是这次呢，我们都是发，这些全部都是成都发货，全部都是从成都仓库发货。邮政啊，我们发都是邮政，所以邮政从成都仓库发货。反正就今天就只有2分钟的时间就能拍到就拍到，拍不到咱我也没办法。55岁完全可以去用姐姐，完全可以去用。真的，我妈妈都用的，我妈妈都用这个。因为我们就是一些姐姐们，她是比较偏适合什么呢？就是比较喜欢就是一体化，对吧？对，她还不喜欢那种的，啥东西都是就是要套盒里面啥都有的话，她就会用的很就是那个啥。早上就有附带性的，买完整个套盒之后，那个也买个 BB 霜呀，那个也买个。咱们这个里面的话 ，BB 霜、什么定格液、什么面霜全部都有。所以一般的话，一步到位，全部都一步到位。面霜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就是晚上去用就可以了。像乳液的话，就白天去用如果你的非常干的情况下，你可以乳和面霜。学生的可以用，没问题，所有年龄都可以用。没有 LBZM 宝宝可以直接去拍，你们不用去就。你不用担心，真的不用担心。这个女士套盒是恩珠她自己用都2年了。对，如果男孩子要用的
的话，你男孩子你就不要用 BB 霜，其他都可以用。对这个 BB 霜你不用的嘛，除非你要去演出或者怎么样去打扮什么的话，你用这个。拍到了。你看啊，比如光这个 BB 霜。给你对比一下，这个 BB 霜一点都不假白，就明天真的，你是告诉你说尿过的，这个我们家的你这样你加过的，你有点多了，就少量多次。这个稍微要多了一点，看啊，少量多次的去涂，就是像粉底液的话，就是按照你的一个皮肤，看啊，就是不是这样子的。你看啊，兄弟们，对比一下看。它这个就是有点对比一下看啊，就稍微我这个涂多了。我一个男孩子的手嘛，我一个男孩子的手嘛，宝子可以去用，真的，所有兄弟姐妹们抓紧时间去拍，我一个非常的好用。我一个男孩子的手嘛，兄弟姐妹们，来，所有兄弟姐妹们，真的有很多来，肯定有很多一些新宝宝们啊，来有很多新宝宝们，大家就看到咱们的直播间呢，肯定有看到，哎，这么好的一个套盒，对不对？没有错，咱们首先呢，包装是肯定是很高端、大上档次，但是我们卖的肯定不是包装，对不对？卖的肯定都不是包装，大家也可能到手之后用的也肯定不是包装，对不对？但是我们知根到底用的肯定都是它的一个效果，对吧？所以说，在一个咱们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性价比的一个东西。咱们最主要就是而且直播间里面每次都在用这个女士套盒，真的是恩珠自己是自己用的，因为为啥？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就很方便，有水有乳有定格液有面霜，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的 BB 霜，而且还有定格液，很方便，对不对？什么都是样样齐全，对吧？来，所有在直播间宝子们，大家先看一下，很多人都说重新讲一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到手之后你们肯定就是2盒，就是到手之后，大家先看一下这个里面是就是它的一个使用一个程序，使用的一个顺序，全部都有，对，都有，先用什么，再用什么，再用什么，再用什么。基本上现在女孩子们不是那种咱们太牧区的一些姐姐们之外啊，都应该都清楚，先用洗面奶，再用水，再用乳液，完了之后大家晚上之后再用面霜啊，然后再用 BB 霜，再用定格液就可以了，对不对？对。然后咱们这个里面你们给自己的妈妈或者什么买，真的会开心，对，真的好。最主要它里面是有灵芝担保，它这个是能够让你的皮肤达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紧紧致致啊，就这样子的。知道了没，兄弟姐妹们？今天199拍一发是你们真的是拿不到的，兄弟们。拍一发二是拍一发二是什么？对，我当时我的孕期，因为我的那个花舍里是忘到我家里面了，对不对？家里面了啊，所以说我的月子中心基本上都是在用这个的，一般啊都是在用这个的，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就很便捷啊，很便捷。来，所有在我直播间宝子们，我再给你们去讲一下啊，咱们到手之后先去用我们的一个什么呢？洗面奶啊，现在还有多少单了？还有19单，只有19单了，宝子们抓紧！还有19单，兄弟们赶紧去抢！所有女孩子们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纠结，这个你们真的是拿到就是赚到了，正儿八经的，因为咱们这个里面。